咁啊同佢傾下啦，就係邱師傅，邱師傅你好。你好，我想聽阿 Lily 講咧，我哋未開咪做節目之前咧，你有一位名中醫嚟嘅吓，多謝。你係日日又游水，咁啊又打拳又成啊，咁啊練功夫真功夫。我想問下個頭髮嘅問題咧，係大概幾年前到，你已經好想處理自己甩頭髮嘅問題啊？大約20年前啦。20年前到，你今年都7字頭咯。7字頭啦。咁啊，當時嘅頭髮係點樣開始禿成點樣？有冇可以同我哋講下過程咧？當時嘅頭髮咧開始甩嘅時間，20年前咧一路咁跌啲頭髮甩，咁甩到咩程度？甩到2-3年後咧就開始好光啦，到5年後照到人咁就係嗰個頂啦。即係個廿年前搞咗幾年啫，5零到啦，係嗰陣開始已經甩到好嚴重，甩得好嚴重。咁我就亦都試過用啲咩嘢搽，有好多人亦都介紹，但係我亦自己一個中醫亦都知道用啲咩藥搽，係點樣去矯正個改良，佢都冇辦法出。係咁我都諗住放棄噶啦，都唔會再理佢啦。咁因為我都係喜歡游水啊、打功夫啊嗰啲，可能令到佢生長嘅問題會萎縮咗佢啦。卒之有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冇理佢，都真係好光啦。咁有一次就遇啱黃先生，係個黃先生話我話黃生你做貴行啊、姓行啊，咁黃生話醫頭髮嘅咁我話喂，我頭髮咁光有乜辦法啊？咁咁佢話有，之後只搽中藥啊，係咪只西藥啊？因為我都搽過好多西藥喎，搽過好多種。咁啊，有好多人介紹我用其他方法去搽，點都唔得。咁後來黃生叫話搽中藥，咁我試下啦，咁想去買，咁試下搽。咁佢有一個療程咧，就俾我免費試一次。咁試完之後，我覺得咦，應該有啲門路喎，個方法要幾啱喎。咁啊，同佢喺佢度試咗之後咧，都有2-3年。覺得都係冇乜點效果。咁效果唔好，咁我就想話唔制啦。咁有個 Lily 咁啱咁同我講，咁呢個頭髮出得唔好，再試多幾次啊，等我同你搞下佢啊。咁果然俾 Lily 試咗7-8個月，出得好好。